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哦，最近吼過年就該會到嘅哦，哎呀，過年嘅期間啊，可能當人搶嘅，唔係啲啊，自家嘅家鄉過年，可能係啲台北過年。啊，有陣時可能就會想到講，當上嘅來說呀，有菜地嘅美食，有傳統美食嘅客家菜，啊，就唔啲去奶食啦。今日嘅節目當中就來同大家來分享吼，有特殊創意有菜地美食嘅啊客家料理傳統哦。細細個個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吼，係啊6堆火房嘅協理氣氛，讓協理分享。大家好，我是6堆火房的許協理。那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這個地方跟大家分享我們的餐廳。好，分享歡迎協理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分享嘅係咱個伊裡面係傳統嘅呀夥伴吼，今日客家人哦分享莊秀玲，秀玲姐分享。大家好，我是莊秀玲，很開心到客家電視台，謝謝。哦，歡迎兩位，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啊，大家談到客家菜，可能一下就是口水都快流出來了，因為聽到客家菜就會知道，這個口味吼當蔥當茶飯，很下飯的感覺，對不對？所以呢，他一開始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想到客家料理，想到傳統嘅料理，一開始可能會想到乜嘅？比如講，像很落落嘅甜食，最近天氣很冷嘛，我就會想到來一碗湯啊，一碗湯客家人就懂好放嘅油蔥，在你們店裡也有這個油蔥醬搭配這個湯品的料理，而且湯講很愛青好色嘅烏味，是芋頭料理，對不對？對，沒錯。就像我們店裡面的招牌的話，像是這個芋頭米粉湯，哇，好適合冬天喝哦。對，那這個芋頭米粉湯的話，我們選用就是大甲的芋頭啊，那七股的魚丸。那米粉比較特別，它是用這個百年老店的這個手工米粉，是在新竹，所以是秀玲這個家鄉。對，哦，新竹嘅米粉，清油麵，東部麵，對，最有名的米粉。對，然後還有就是像剛剛主持人講的，就是我們特製的這個油蔥酥，對，然後下去熬煮這樣子。對，所以像我們芋頭米粉湯在吃起來的時候，就是你可以吃到這個芋頭綿密的這個口感，一定要煮到綿密，對，煮到綿綿，還要給那個芋頭的那個澱粉全部融進去湯裡的感覺，然後湯頭又很濃郁這樣子，然後再吃到那個米粉就帶有點彈牙的那種感覺，哦，那真的就是好吃而已啊。對，為什麼今天沒帶來？沒有啦，開玩笑。一定給最近懂好生物哎，我超愛吃芋頭的，懂到客家人都懂好生物哎，對不對？哎，錯，冇錯。可能懂到沒客家人嘅人就沒有這麼喜歡吃芋頭，或者是他們喜歡吃甜的芋頭，但客家人超愛鹹味無味鹹的芋頭料理，對不對？那秀玲姐愛講到呀，這個油蔥吼。這個客家人清油麵嘅啊，是清純麵嘅，煸香油嘛，對不對？啊，你去干咩煸？冇呀。哦。我煸係豬肉啦，然後油蔥，啊，頭油膏，還有水煮滾，就是萬用醬嘞。哎呀，這是變創新的一種，是你自己的萬用醬。對，也是我媽媽教的。哇，給我煸乜嘅？煸水餃，煮乾麵。煮湯麵，全部都可以做。你再講一遍，我記唔起來。煮湯麵嘛，可以煮那個乾麵。我說怎麼做做法？就是豬油，放豬油，哦，豬油，放一點點蝦米也可以，還有油蔥嘛，然後一點點水，然後一點醬油，一點醬油膏，一定要煮滾放冷才可以裝。按用之後不用幾久啊？不用一個月都沒有問題，一個月都沒問題，好棒哦！所以真的很棒啊。對啊，黑娘媽媽傳播你這個優秀的這個萬用醬，對不對？哎呀，更合適了。對，古時候講到呀客家嘅料理吼，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歡，尤其是喜歡吃喜歡配飯的人都會想要吃客家菜。我想要問一下，就是協理，當初你們老闆想要來開一間客家傳統，開這間客家餐廳，但他其實不是客家人。對，他不是客家人。我很好奇耶，有這麼多種選擇，有意式、日式、中式、台式、印式、印度式，有很多種餐廳的料理。尤其到台北，就是大家競爭力很強，但也有很多種選擇。是。為什麼會選擇客家餐廳？
当初我们老板他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开店啦。养虾啦，然后后来他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在这个中立那边的一个客家村，然后就是因为呢客家婆婆妈妈他们都很热情啊，对，然后就是分享了很多这个客家料理，又很会煮，对，然后就是后来我们老板离开了这个中立之后来到台北，然后他就对于这个客家菜他就念念不忘。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开了一间客家餐厅。对。哇，那我想问看，偷偷问协理，你自己最喜欢的客家菜是什么？我最喜欢客家菜客家小炒。客家小炒，真的，客家小很奇怪，大家都叫客家小炒啊，不过客家人不会很记客家小炒，我们叫炒肉，对不对？炒肉也是客家人很经典的啊。那秀玲姐同大家分享一下，你要不卡个炒肉？嘿，哪一种炒肉？客家炒肉啊，因为客家炒肉就是葱啊，葱啊煸煸啊，并芹菜，还有猪肉，3千用嘛哈，加白白嘛，还有讲个用啊，还有菜脯乌菜脯。哦，还就倒头肉，还有冻香嘞。因为啊，我发现我不卡没有你嘛，同配的蔬菜的客家炒肉有一点不一样。我冇同樣。阿布卡嘅客家炒肉係較水嘅，就是我發現我苗栗州誒，就是我們公館苗栗公館那一帶，就是對跟協理也分享一下，我發現我們家苗栗的客家小炒跟其他地方客家小炒有點不太一樣，就苗栗客家小炒很湯很水，就是我們的醬油很多，就阿布卡、阿媽媽、阿宋梅，我的嬸嬸他們煮的全部都是這樣子，但是都形狀跟頭顏色的黑炒到它糟誒。對不對？是比較乾的，對，冇香油，對。啊，唔過家秀玲姐沒有講到一個重點，也同拜拜有關係。當然啦。哦，因為地度的東西，拜拜東西啊，有3千用嘛，還有芥油嘛，有魚嘛，3點可能3聖梨，3聖梨，你從你冇食睇咧，你就要做凍豆菜。客家菜就是那個客家小炒就是其中一個。乾肉來講哈，你可以用把它絲，可以做別的變化這樣子。對，這個協理你有聽過嗎？就是客家人的客家小炒會這麼有名，其實它不是一個專程為它做的一道菜，它是因為我們拜拜就是用這些3牲禮。对，所以那個豬肉就是一整條的豬肉，然後我們會燙完，然後就拿去拜拜嘛。所以炒客家小炒就是要拿熟的豬肉來燙，因為我熟的豬肉來炒客家小炒，因為張奎是我來到台北的時候，我也想嘗試自己做客家小炒，然後我就拿生的3層肉做。然後我媽跟我講說：“你那樣不對，冇用用啦，對，冇用用。所以其實客家小炒它是一個習武的一個料理，它是習武結局的一個料理。然後我就覺得哇，我了解到一件事情以後，也這樣發現哦，原來客家小炒不只是好吃而已，其背後是有很多的典故，對故事，然後也包含客家人那種權腔傳家，還是要講這件事情，勤儉持家這件事情。對，故事後。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客家炒肉嘅小典故、小故事哈。啊，不過唔單止按呢，人家都有傳承你們的餐廳，還有非常非常多客家的料理在裡面。比如說有一道料理，它是跟客家嘅黑金有關係。黑金就是我們其實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黑金啦，有黑金是什麼烏魚子啊，那我們就是客家老菜脯，哈，這個老的那個老配館吶，對不對？那你們的這個老菜脯，我們通常一般我們都是拿來做，可能煮一台包給桶，但餐廳裡面的做法不太一樣。對，像這個黑蒜雞湯的話，我們就是用這個天然發酵的這個黑蒜頭，哦，對，然後搭配對黑蒜頭，然後搭配這個老菜脯，對，然後跟薑，然後最特別是那個雞啦，雞的話我們是用這個紅羽的土雞。紅羽的羽毛的羽，紅色的羽毛，不一樣的品種。對對對，所以它肉質相當的細緻鮮嫩。哦。對，然後再下去就煮這個湯，所以它這個湯喝起來呢，就除了你可以喝到一點那種就是老菜脯的這種甘甜味之外呢，對，就是還有一個黑蒜頭的那個香氣。這其實很難得哎，因為就像。
对俺来讲哈，我是客家人，俺没从小吃到老菜脯，就是老的老配干。其实我很少吃到。秀玲姐，你会懂家吃懂吗？有，你很常，你不看就长肉些啦。真的哦。系啊，俺不看很肉啊。真的呀。系啊，这很珍贵哎，因为煮盖痛啊。因为像阿布卡可能无流到按漏哎，因为俺看过有人流到迄一根迄糊的。但是阿布卡现在应该是没有糊糊，还是俺妈妈空起来没有让我知道，我妈妈藏起来不让我吃，有吗？因为我在我家是没有看过有这么深色的了。但是秀玲姐说他们家还有，那你们家的餐厅里面用的是也是一样这么黑的老菜脯吗？哦，真的哦。那呀，它有一碗哈，我现在就来喝一下这个老菜脯馆给米西。哦，有，我有喝到那个回甘的味道，而且它已经没有一般老配馆会含有一种给，那个叫什么味道？就是腌制物，一开始有一些粗跟米稀。我说的很老实，但是因为给腌的非常非常久了，放很久了，所以按用给菜脯馆给某粗跟米稀完全就会香，还有回甘的感觉。好好喝哦，古时候上尾食到好食嘅傳統嘅客家料理，特別就食得到嘅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講嚟講其他嘅故事哦。好，歡迎大家又真係復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地都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客家傳統吼。啲台北就食得到嘅哦，輕貼片，因為像我到台北有嘗試上嚟食下好食嘅客家料理，有嘗試嘅真件深度，也係講動手。故所今日就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間店，幫大家咩多一類選擇哦。故所接下來就來同大家來紹介一間店嘅啊，地都一項第一名嘅客家料理呀，就會竹蟲炒薑絲，就是我們的薑絲炒大腸，這是客家人也是很知名的一道料理。協理也喜歡嗎？一樣超愛，超愛，真的嗎？因為有人會覺得，客家的那個薑絲炒大腸太酸。哇，真的哈，所以你也會覺得有一些太酸，是，所以你要的店的部分又有做一些調整在裡面，對不對？對，你們做了什麼調整？因為像一般來說的話，其實外面的薑絲大腸它都會以這個醋精啊，然後來去做調味。對，那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們在我們的薑絲大腸裡面加入了這個客家的酸豆。哦，酸豆，客家有酸豆嗎？對啊，它是很特別的一種食材。而且它取代了部分的酸味了，對不對？所以你在吃起來的時候，它的那個酸味會更有層次感，就不會是單純的就是一個醋的酸味。那你又加了一個酸豆，會比較多層次。哦，好好吃哦！對，它真的頭白真給懂酸。現在我也沒辦法接受太酸的，現在大家漸漸的都會有一點改良。是這樣子的做法，我覺得它的甜味有一點增加了。就是它變成食材的層次變多了，唔會像酸，唔會像竹蟲嘅米絲，它增加了一點食物菜嘅甜味到底度。秀玲姐，你去家食過以後，同傳統嘅客家竹蟲炒薑絲，冇共用哈。那你吃有那種好食？好食啦，好食哈。好食，謝謝。對，而且愛吃的哈。要竹蟲，這個豬腸它的處理其實很重要，因為阿布卡我爸爸賣豬肉的，是，所以我爸爸同家同來講，他就跟我講說，你去那邊哈，去這個竹蟲聽說會生意，因為外面很多都沒洗乾淨，或者是做的不好吃。但是你們店裡也很重視這件事情。是的，因為其實吃大腸的話，就最怕就是它沒有洗乾淨這件事。對，所以像因為我們店鋪在洗的話，我們是用這種強力的水，然後去洗它表面沒有脂肪的那一面，然後再把它翻出來。這個是重點，翻出來是重點，對不對？再把它翻出來去洗它有脂肪的那一面，然後就是這樣維持大概2到3次的這個次數這樣子。我剛剛吃的時候，我沒有覺得有任何豬的那個腸子的腥味，是，而且它的口感
口感也很重要，因为懂意啊，就是我啦。我有时候炒这个竹筒超东西，炒一炒就变橡皮筋了。是，这个也不会，它是 Q 弹的口感。这怎么做到的？对我们的话，我们是用这个姜、蒜，然后花椒跟米酒，然后大火去把它煮滚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处理好的大肠，我们把它放进去，然后用小火就是慢煮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一直煮到它软烂为止，这样子。这我觉得很难拿捏，煮不够久又不熟，对，煮太大火又变橡皮筋。那就一定要小火跟慢煮，知道这有多冲突吗？时间啊，对不对？时间呢？哎呀，可能冲挨下家应该就煮不出来，我都煮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竹筒炒姜丝，有一系列无共样，同大家来分享。啊，唔过今日嘅呀，福氣一米咯吼，要同大家來分享。今晚想來點炒東坡，哎，奇怪，炒東坡係乜嘅？我們有請協理來為大家解答，炒東坡到底是什麼？好，其實為什麼叫炒東坡呢？就是蘇東坡跟蘇東坡有關係。蘇東坡跟蘇東坡有關的食物應該是東坡肉吧，所以這應該是一道叫做炒東坡肉的料理。對，沒有，不是，不是，你還說對，它是炒豬大腸。炒豬大腸。對，炒豬大腸要炒東坡。對，因為為什麼要叫炒東坡？原因是因為就是有一次那個蘇東坡，他被就是被流放啊，那就是有經過了這個江西的贛州。对，然後就是他吃到了一個就是炒豬大腸的一個料理，後來他一吃，他就覺得哇，怎麼會這人間美味，實在太好吃了，對，然後後來他就是對，他離開了江西之後，他就是對於這個口味就是念念不忘，所以他到哪邊去呢，他就一定要來一盤這個炒豬大腸，對，然後後來因為大家知道說他很愛吃豬大腸這件事情，蘇東坡愛吃豬大腸，對，然後又可以就是後來就有人就是為了要去跟他換一首詩這樣子，就只要炒豬大腸就可以去跟他換一首就是他親手寫的詩詞這樣子。黑共蘇東坡現在還活在這個世上，你們店裡面就是滿滿的我們這個大詩人的詩詞。哦，原來是這樣。所以後來才變成叫炒東坡。所以你們的菜名也叫做炒東坡。對。原來如此，這是冷知識哎，因為我們忙着糖果，小玲姐肉糖果嗎？摸糖果，摸糖果，應該沒摸糖果。對，這是冷知識哎。對，所以你看哈，當神奇，自家可能都唔知嘅事情哦，也唔係客家人嘅人來做客家傳統經驗留也件事情同大家來分享嘅。嗰時候我咪想來問一下小玲姐，也正嘢就會過年嘅嘛，對不對？nhà vụ卡嘅年菜有哪道同大家分享？重年菜，这么快？猪筒啊，对，猪改筒啊，还有那个葱苔哦，推口，对，还有火锅啊，炒米粉啊，金元宝啊。你们家会吃金元宝？水饺啊，包钱1塊在裡面。真的？對呀。安貼片。它一鍋裡面的話有6個1塊錢。只有6個。對。這樣很少哎，很難拿到。所以說就是福氣。剛好跟你們電視一樣，福氣來哎。真的。看來那個客家天師腿尾牙應該也要來做這件事情。對，真的是福氣，真的是福氣。哦，那牛當年都有食到有1年元的。食是在匆食到啦。哦。你啊還比較少，爸爸媽媽年紀大了比較少。還有在做嗎？現在沒有在包了。對。因為13年可能就會是10-20碟，會包棟篤。對，包棟篤哦。對，要包很多水餃。大概50-60個吧。哇，對，這麼多。因為我們家小孩多啊，我們家兄弟姐妹5個啊。哦，那一個人只能吃10個。那再加上之前阿公在嘛，阿公跟爸爸媽媽這樣子，總共8個人啊。哇。對呀。對，還因為很多年菜嘛，年菜又有炒米粉，那大家都是吃一點啊。你剛剛講嘅炒年菜啊，就是我們講的那個芥菜。它就是那個老芥菜，對，很大，對，懂台皮嘅也北嘅，我們客家叫長年菜。顧繞錘。
啊，叫做固绕菜。固绕菜，对，它叫做固绕菜。哦，那你们有没有习俗，就是什么不能夹断之类的？就是常年菜不能夹断，不能夹断。夹背就一定要一条按用不用对，就把它夹起来，真的，慢慢的把它吃完。跟牙的乌卡还算很传统哎。对，有维持这个传统的习惯，一定要维持啊，这是爸爸妈妈说的围炉的意义啊。cái chủ đề有按到菜营的呀，过年呀，他讲年轻有名嘅就会爱总起大办，爱大动都办的，对不对？对，爱大动都办呀，爹妹妹有办的哦，对不对？菜头办啊，菜头办有这个萝卜糕，茄里有听到菜头办哦，关键字对呀，菜头办也是你们店里的招牌。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萝卜糕。好，像我们的萝卜糕的话，我们是用这个再来米下去做的。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是用这个粗的、比较刨粗的这个萝卜丝，对，所以在它吃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口感，就你还会吃到这个萝卜丝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吃得到萝卜的萝卜糕，对，好好吃哦，真的吃到它的味道。对，而且你看刚刚还是动态条肉都底度，有很大一条肉在里面。那像这样子的萝卜糕，单枪在店里面可以内用，对，现在也可以带走，就是以生鲜的方式带走这样子。生鲜的方式也可以带走，就可以简单在家，我也可以吃到6堆伙房的萝卜糕，现煎萝卜糕。我觉得这样很棒哎，因为过年的时节啦，不管是有客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端出一盘萝卜板都夹掉面前不夹掉生。但是呢，如果你早上起床很饿，你没做得去给煎捏1-2堆萝卜糕自己吃，这样也可以，对不对？就不管是宴客啊，还是自己吃都可以。我觉得这是客家办呢，真的是一个很万能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要来问一下秀玲姐，去给煎萝卜板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我煎萝卜板吼，然后拌一点点酱，行妹用到就酱嘛，行妹急点嘛，真赢？系啊。真紧啊！用就不会粘锅，唔，是因为这个原因哦。妈妈教。俺老豆不它厚身呢，不是比较好吃哦。懂厚身，厚身硬哦。七块买。厚身硬哦，还唔会夹不？唔会夹不？哦，原来是这样。就秀玲姐说沾一点盐巴就不会粘锅哎。试试看哦，好，因为现在都用不粘锅煎，但是还是要用那种铁锅煎，生铁锅煎比较好吃，它有那个锅气香气，对，好，那我下次试试看。那熟一些的盐都要萝卜板当锅再给我拿去煎，就不会干爆哦。好，那晒好了就继续来摸一下我们协理。其实店里面还有一个料理，这其实是我比较少听过的，它叫做蔡尾中。但是听说这个也是你们店里面很受欢迎的一道料理。对，像蔡尾中的话，它是里面有相当多的食材。那像里面的话，就是有客家的酸菜啦，那有猪肚，有排骨，有猪脚，对，然后它下去熬这个。这是佛跳墙的概念吧？对，就是比较客家式的佛跳墙。哦，然后有很多客家食材。是啊，那熬煮出来的汤头呢，我们又再加入了这个香菇啦，然后一些手工的丸子。对，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的食材相当的丰富嘛，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这个十全十美。哦，所以蔡尾中算是比较通俗的讲法，其实它不是蔡尾，它是很多精华、丰富的食材一起下去。对，不用都低度，鼓手用这种佛跳墙的方式吼，就会低度所有食物的精华就都要咪西低度，都要通低度。鼓手分享大家有限的时间去说咯，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动个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東西哦。家下其實送兩攤食嘅東西哦，全部都同客家也有相關。接下來我同大家來小記下品料理哦。印象當中同客家無按相關，不過一間傳統老店咩都同客家都有關係，佢係乜嘅呢？佢很多鹹豬肉嘅卷餅。通常我們想到卷餅，就是想到
比较像是中国的北方料理，对不对？就是可能是面点，然后是加牛肉啊、牛腱啊那种感觉。但你们放了汉族肉客家的咸猪肉进去，这个想法是怎么得来的？这个想法就是有一天去那个吃北方菜的时候。对，然后就吃到一个牛肉卷饼，你比较常看到的。然后后来就想说牛肉卷饼，那我们是做客家菜的，那我们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一个食材，就叫咸猪肉嘛。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为什么不把咸猪肉把它包到这个卷饼里面去呢？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很特别，我们选了一个比较肥瘦适中的一个咸猪肉。对，然后搭配我们特制的这个腌料下去腌制。有。对，因为。在吃，就是之前我们吃到牛肉卷饼的时候，好像它的肉的腌料味不会这么明显。是。但是老给温州呀，它把汉族肉之后，就你在还没有完全咬完，在刚入口的那个瞬间，就会有浓浓的这个腌料的味道。是。蒜头跟米西，好香哦，蒜头的味道。蒜的味道。对。然后我们里面又加了这个大葱，然后跟这个甜面酱。还有甜面酱，还有甜面酱，所以吃起来又就是非常很多层次的这样子。对，有一点就是熟悉的口感，但是不太一样的味道。像1鸭3吃的那种，就是有这种感觉。原来这样也可以变成创意，而且颜色都可以变我觉得跟我以前吃到的饼好像也不太一样。是，因为这个饼的话也是我们就是自己去发酵、自己去洗面去做的。对，那我们就是把它擀开之后呢，我们把它煎到就是 Q 弹酥脆这样子，然后再下去包。现在已经是冷了，颜色都咬下去，它外面也是脆脆的，脆脆，然后里面是有口感、有嚼劲的状态，好吃，好吃。而且除了这个汉族肉跟卷饼，它已经算是一个创新了。另外呢，其他的含有做的也还有上瘾青蒿色类这种比较健康的、比较低油的便当，对不对？像是亚哈 condo 给现在其实有非常多就是轻食便当的这种品牌出现。对，所以你要有传堂，你们餐厅也发展出一个便当的品牌。对啊，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的就是真的是比较传统的客家便当。所以之前也是有传统的，对，比较多提供多一点能量的。对。那后来因为就是整个大环境对于这个健康养生的需求，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多。那越来越多人就是对于这个养生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的抬头越来越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改变一下我们的这个便当模式。那我们的宗旨的话，其实它就是着重在几个字，就是就是轻食，但是不轻味。轻食不轻味，这很重要，因为东你可能想要干皮，想要减肥，然后买了一个某咪西给，但是很健康的便当，但是吃起来心情很不美丽。对。所以可能还是要有一点味道，但是尽量的偏向健康一点点。对啊，因为像我们的蔬菜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还特别去进了一台50几万的蒸烤箱。这么贵？对，50几万的烤箱。50几万蒸烤箱，然后这么特别。对啊，那因为它的效能呢，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食材把它煮熟，把它烤熟，所以它可以锁住这个食材原本的这个水分，然后跟它原本的这个甜味。而且我看到那个南瓜，有没有？它上面还有一点擦，有一点焦焦的感觉。对。这应该就是50几万的蒸烤箱的功力吧？对。就觉得看起来很好吃，即使它是蔬菜的部分，没有本饮吃都很好吃，就不会觉得淡淡的没有味道。用好的烹调方法。对。小玲姐有吃过呀偏浓吗？有啊，去敢吃到。用板后生。懂甜，自然的甜，少油，还有没有什么那个附加的那个化学的东西？懂好食，而且是不是还有搭配厉害的酱料？你可以搭我们的和风酱。可以搭菜的部分可以搭。对，可以搭和风酱啊。像我的话，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就可以搭一点优格。这么 fashion 哦，搭优格优格不错，我下次要试试看，听起来很好吃，又可以暖你的胃。对，你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有没有？
很棒。不是很可能客家人传统秀玲姐今每次都有后生，就表示这米稀有辣，味道够。但是又有很健康的感觉，对不对？同泰家来分享吼，其他有没有这个偏懂料理哦？唔单像按呢，店里面有很多咸的东西，但是吃完咸的东西，当然要来一点甜点，疗愈自己的心灵。点美都红梅有甜点，然后这个甜点叫做牛温水。牛温水，学理学一下，趁机学一下。这个算是也是很客家的一道甜品哦。对，那它也是有一个故事嘛。那为什么要叫牛问水？原因是因为它就很像是牛，然后在这个水里面在那边玩耍，然后它的背有点凸起这样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的牛问水，我们是用这个麻糬，客家的麻糬代表性的一个甜点，然后用这个黑糖汁。然后下去熬煮这样子，看到我就好想吃哦，这也是很经典呢。对啊，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客家人都吃哦，有可能是比较偏北部的客家人，他们有这道料理；比较南部一点，可能就他们按用牛温水给，或者是他们不叫牛温水，叫七八，对，七八哎就不太一样，或者是也没有不用都要梧桐水里面这样子吃，没有，对，所以其实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客家人给料理。传递给不同地方的客家人，或是不同族群的人，你还知道这样也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对，好棒哦！鼓手后分享大家有限的时阵，真做的迄点的度红旗社群啊，韩国唔但枪台北也还有点的哦，台中也有店了。对，台中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一家分店，那我们预计的话，在明年的2月，那我们再展第2家的分店，在逢甲大学里面。哦，对，在这么年轻的商圈里面要开客家菜吗？是，但我们其实一点都不担心了。真的假的？对，你们老板很勇敢呢。因为其实我们走的是比较创意的、创新的这个客家料理，所以其实我们来我们店铺消费的客群也都大概都平均在35岁左右。真的。对，所以也很受年轻人喜爱的。不是台中逢甲即将要展店了，是。然后台北跟台北的店在哪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北的店的话，一间在台北市，在南京东路那边，对，然后对不起，南京西路，对，然后一间在板桥。用点点美，他有就做的去吃这个好吃的客家料理。很跟我们南腔案呢，之前也有办这个搓汤圆的活动，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口一点就口一点，但是还要办一个搓汤圆的活动，不是很累吗？对啊，因为我们就想说。汤圆其实它也是，就是刚好元宵节啊。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的客群的话，除了刚刚提到35岁左右这样的客群，那也有很多就是小朋友，就是刚好这个年纪小朋友可能还很小，对啊，可能3岁5岁这样子。真的，所以我们那一天我们就在板桥店，我们就办了一个就是搓汤圆的活动。对，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摄影机啊，然后再帮他们记录啊，就是小朋友在那边搓汤圆的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好可爱哦。对，就真的很可爱。所以其实你们不单只是七嘎中医生客家传统的美食，也希望把这样子的饮食文化多多跟大家分享，所以办了这样子的活动，希望大家人都在带生人来参加，甚至很多这些35岁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没有自己搓过汤圆，对不对？这也其实也是牵涉到食农教育的一环，是很棒，真的。希望他有做的豆豆去要给捧场一下。啊，不过小玲姐，竟然邀请到人家安徽煮菜嘅客家人来到节目当中吼，客家人的过年的时节会有非常多的剩菜，因为大摆都煮东道菜，贵州的菜，古时候晒来就会来抢高年哈。迄讲吃饭的时节啦，有食存呀的菜色，所以要用板来处理。我们的剩菜要怎么来处理呢？你想煮糜啊，煮糜海鲜嘛，对，海鲜，煮糜，就做得啦。你也在做煎饼。煎饼，系啊，加面粉，加卵，老面粉，甲菜心体嘞，你那个尤其是那个客家菜啊，客家炒肉，客家炒肉，客家炒肉加面粉，再加蛋，对，然后那个高丽菜有吗？还有韭菜，他们冻好吃。有一点像不像啊？那个叫什么？日本的大阪烧的感觉？不是，像是韩式的料理。韩式的泡菜煎饼、海鲜煎饼的感觉。对，那你还可以做成那个炖饭呐。哇，
家里有那个椰奶，椰奶或牛奶都做的。对，你要那个鸡肉啦，或是鸭肉啦，或是猪牛。变成那种全部就做的，然后再加一点花椰菜在上面，cheese再加一下，哎呦，好吃。对，故事唔看哦，今日好多东西，每认识的一间台北的客家传统店哦。今日非常承蒙协理跟秀玲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啊。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